1分鐘帶你參觀呢個實用簡潔嘅生活空間。全屋以淺色嘅中性色調為主，簡單耐看。特大組合獅子櫃，增加收納空間。全屋嘅房間都選擇咗淺綠色牆身，舒適淡雅。另外兩間細房都用咗趟門設計，節省空間。再係客廳度利用兩間細房中間嘅牆身度身訂做咗電視櫃。廚房就揀咗不鏽鋼材質嘅背板，易於清潔且耐用。廁所加入咗特大鏡櫃，提升收納量嘅同時，亦令廁所更寬敞明亮。想睇到更多裝修案例就快啲 follow 我哋啦！我哋仲提供免費上門度尺報價設計畫圖，歡迎致電查詢。